这个葡萄干的盒子啊，葡萄干的盒子，那个铁路便当的那个盒子叫薄片啊，薄的木片，这塑胶管，水管塑胶管，锯子锯一道痕，然后可以绑弦，绑那个塑胶绳线，绑塑胶那个喉咙药那个瓶子，那个笔啊，改做那个圆珠笔，用那个锯子啊，也可以用锯子吗？还是用那个美工刀切的，切，然后把绳子夹紧可以转，绳子夹紧，然后可以绑好固定好，然后可以转，把那个绳线，把那个弦调紧。看这两条线的，这两条合在一起，声就比较大。那放的位置不一样，声音就不一样。这个放的位置不一样，声音就不一样。自弹自得其乐。到了春天了，肝脏喜欢喜气啊，喜乐的心，自弹自得其乐，喜乐的心对肝脏有帮助，也可以赶走忧郁、防忧郁啊。自己创作乐器。